韩连续2天射飞弹，怀疑是无欢喜美国、日本、南韩领袖见面。美韩随演练炸飞弹，成立专门小组要反制。伊朗头巾示威已经3个月，300多人死亡，警方压制愈来愈粗残，有部队走入地铁站开枪射催泪弹。一批会议伫咧泰国正式开会，咱的代表周中武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坐坐对面，2个人无互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一站，咱行来到北韩来看紧张的东北亚局势。即阵这国际会议正在举办，美国、日本甲南韩的领导人拢有见到面。若讲到这3个国家共同的麻烦，就是北韩。这北韩唔知影是要表达对美日韩3国领袖见面无欢喜，已经是连续2天射飞弹。昨是发射一粒底定的弹道飞弹，美韩是随联合炸飞弹来反制。今日早起，北韩是搁射一粒洲际飞弹。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资料，这种飞弹的射程范围可能会到15000公里，这是代表讲连美国都射会到。因为状况紧急，组织的美军阁下令叫基地人员找所在位。落尾这粒飞弹是落伫咧北海道南平岛岛大岛外海，是伫咧日本的经济海域内。即阵南韩甲美国宣布要做伙成立飞弹反应政策协商小组，要加强对抗北韩起事。而且这个组织才拄成立，今日早起就已经开始开会啊。有专家就认为讲，北韩安尼直这代志，就是要逼美国谈判绑定制裁。再过一天，北韩阁进行武器试射。根据南韩参谋本部，北韩在当地时间早起10点48分，伫东部关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洲际弹道飞弹。飞行69分钟，大约1000公里了后，落入日本北海道岛岛大岛西方大約200公里的经济海域内底，高度上悬达到6000公里。今回発射された ICBM 級弾道ミサイルは、今回の飛翔軌道に基づいて計算すると、弾頭重量等によっては15000キロを超える射程となり得るとみられ、その場合、米国本土が射程に含ま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北韩分别在2017甲今年3月发射过上款强度的弹道飞弹，这摆试射恐惊是针对今日头一摆开会的美韩飞弹的政策协商机制。最近美韩同盟强化例行的军事演习，联合日本要来防卫北韩扩大核武研究甲飞弹试射。严格平壤当局到即阵拢讲，武器测试是正当的军事反击，排杀美国、日本甲韓國的抗議。北朝鮮に対しましては当然のことながら。厳重に抗議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北朝鮮はこれまでにない頻度で挑発行動を繰り返しています。断じて容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改めて強く申し上げます。到18为止，北韩今年已经发射35摆的弹道导弹，这是南韩保守派文秀外政府上任以来，北韩第25摆发射导弹。有专家预测，北韩最近真可能进行5年来头一摆核武的试验，来对抗美国甲伊的朋友，就是对美国施加压力，开启甲北韩的谈判。国际新闻杨间编译。伊朗因为有查某囡仔头巾包无好势，互警方掠走了后就死亡。这件代志引起的示威已经3个月啊！若无较收煞的办事，警方压制抢单，阁是愈来愈粗残。这2天网络看到影片，实在是真恐怖。伊朗的部队竟然是走去地铁站内底向人群开枪，阁有警方向车厢内射催泪弹。伊朗的人权组织就指出，抗争到今已经有300多人死亡，至少15000人互掠走。因是真烦恼讲，接落来政府可能会大规模出怪迄寡互掠去的人。伫地铁站听到连续的枪声，外台民众是惊一个赶紧走，过程当中也有人无细致报道，场面是互人感觉真惊吓。社群媒体16流传这个影片，迄个地点是伫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地铁站，向民众开枪的应该是安全部队。
伊朗因为一个22岁靠着做少女艾米亚，因为头巾无挂好势，就去宗教警察逮捕死亡。接续引发的头巾示威已经进入第3个月啊！为拜二开始，示威者继续伫地铁站等等的所在发起抗争。反独裁的时阵，嘛纪念2019年反燃料大起价的示威。不过，因爱面对的却是军警更较强烈的镇压。同款真粗残的场景出现伫另外一段画面。迄当阵民众大声喊反对独裁政府，过无偌久，警察出现伫月台，而且技术向车厢内底发射催泪ga斯，乘客是一直哭一直喊讲唔通开枪。也来另外一个列车的女性车厢，警察上车了后，便来看到无挂头巾的负责人，就开始直甲拍。粗残的镇压伫伊朗的全国当地发生。16西部地区阁发生新被枪手骑奥多摆甲9个人枪杀的事件，受害者包括一个9岁的囡仔。因厝内人指控讲是安全部队下毒手，不过官方媒体讲这是恐怖分子的攻击，而且指控这抗议当演变做武装叛乱。根据卫报的分析，这段话显示伊朗政府恐惊是要甲镇压进一步升级。伊朗人权组织指出，到拜三为止，已经有342个人在镇压当中不幸死亡，至少有15000人去用掠去。因警告，伊朗政府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不过，官方是否认这个讲法？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本纪录片制作人久保田彻伫咧缅甸翕民众抗议军政府的示威活动的时阵，互军政府掠去判10年。将缅甸军政府向宣布特赦6000人，久保田彻已经平安返去日本。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沙尔曼昨伫咧南韩首尔甲总统文锡月见面，宣布两国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能源甲国防军事的合作。南韩的企业有机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建设智慧城市的计划。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财务大臣 Hunt 昨公布的预算案内容，是英国自从世界大战了后起税金起上界强的。专家就认为讲，会当减慢通膨的压力，不过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马斯克收购推特了后，管理的作风真硬，最近要求员工爱长时间高强度上班，就派员工唔愿接受按算做伙是头路。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宣布无要去做民主党众议院的领袖，要交接给少年人。接落来看这阵济国际头人组织的 APEC 会议。今年 APEC 由泰国主办，泰国总理帕拉育咧致辞的时阵，是呼吁各国卖气压压，这会解决全球的经济问题上界重要。会议当咧举行的时阵，中外有济团体利用机会抗议，有人是反泰国政府，有人抗议中国侵害人权，甚至佫发生警民冲突。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会场外口，各国领袖陆续到场，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这个人进入大厅了后，拢甲迎接贵宾的泰国总理帕拉育握手致意。这届会议，帕拉育大声发言，讲全球经济甲社会有关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加上地缘的政治局势紧张，同会碰撞气候暖化问题，唔但影响亚太地区，嘛影响全球，敦促各国领袖大声解决全球的经济问题。แต่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มวลมนุษยชาติทั้งหมดเรา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ร่วมมือกันเพื่อจะบรรเทาผลกระทบและปกป้องโรคของเร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ชีวิตแบบเดิมได้อีกต่อไป The circumstances we face today as economic leaders, multiple overlapping global crises, could not be more pressing as they inundate our region. Geopolitical tensions are detracting from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undermin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we all agree are essential. 会议开始之前，因为北韩发射 ICBM 飞弹，和美国、日本、南韩相关的国家领袖嘛紧急召开会议应对谴责北韩。会场内底伫演讲讨论议题，会场外口所组织各种包括反对泰国政府、反对 APEC 会议、甲抗击中国侵害人权这团体示威，佮甲警方发生冲突。因为
为民众的情绪激动，佮想要甲警车引导到，警方就发射催泪瓦斯、手令禁止驱散民众，好示威的人佮较激动，嘛向警方捡物件。当然采访的记者嘛因此受伤送病院。最后警方逮捕真侪人，场面才到达稳定。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咱的 APEC 代表周忠谋头一场闭门会议是坐伫咧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边啊，也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坐伫咧周忠谋的斜对面，两个人无互动。另外，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伫咧会议期间是表示讲，只有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才会当加入 CPTPP。这句话意思就是反对台湾加入。艾班尼斯会后面对台湾媒体提问，说是唔愿回应。甲泰国总理握手，咱国领袖代表周忠谋出席2022 APEC 领袖峰会。这届21个会员国代表经过4年，搁一届举行实体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尾一个来会场。习近平行伫泰国总理头前，入去会议现场，看到心情是袂歹。搁甲伊边仔的第二总统开讲，周忠谋座位的正手边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倒边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不过座位是当正看。闭门会议开始进前，周忠谋拢无甲其他的国家领袖有互动。那习近平是坐伫周忠谋的斜对角，双方并无互动。周忠谋伫领袖欢迎晚宴，才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有互动。中道伫非正式对话，嘛甲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握手小借问，周忠谋拍拼寻求经济合作。不过，就伫这个时阵，澳洲媒体报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对澳洲敢有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的时阵，伊讲敢若有受到承认的国家才会当加入。艾班尼斯去 APEC 媒体中心的时阵，台湾媒体嘛有甲问，不过伊并无回应。这个说法跟 CPTPP 入会资格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因此外交部我们已经透过我国驻澳洲代表处以及澳洲驻台的代表机构，向澳洲政府要求要澄清原意，以避免外界可能的误解。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正式开会进前，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先见面会谈。因讨论的话题当中，咱上该爱注意的就是台海的有关系部分。无意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款是迄套讲法，强调袂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内政。不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边态度是较有变化，因为日本对中国讲话是袂公开说明。这届岸田文雄是直接表示讲，观测中国军演向东海射飞弹造成区域的安全威胁，嘛将当面甲习近平强调讲台海和平的重要性。今仔日的前线直接看，带大家来看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 MH17 航班的空难。迄场空难计共是造成298人死亡，是21世纪上界凄惨的空难。MH17 航班2014年7月17对荷兰出发，要飞去马来西亚。出发过3点钟的时阵，到乌克兰空中煞对雷达消失，后来是摔伫咧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经过调查，发现飞机竟然是去互飞弹拍落来的。造成空难的3模具飞弹是乌克兰甲罗西亚拢在用。安尼，这粒飞弹到底是虾米人写的？咱先来讲这个失事的地点顿内茨克，伫咧乌克兰的东部甲罗西亚相接。顿内茨克嘛是政治站啊，甲罗西亚收入领土的其中一个所在。遐长期以来是有一支人主张脱离乌克兰，加入罗西亚。空难发生的时阵，主张脱离的领导人吉尔金是捌讲因拍到一只乌克兰的运输机，不过后来是发现讲是民航机，就随甲温州抬掉电星。后来因甚至佫讲是有证据显示讲是乌克兰拍的，不过迄证据煞是假做的。也若是乌克兰迄边是坚持罗西亚做的，也若无就是罗西亚较往俄罗斯迄派做的。经过8年的调查，法院判决是已经确定啊。包含主张脱离乌克兰的吉尔金，甲一个罗西亚前安全部队成员，佮有一个乌克兰人，互人认为讲是甲空难有关系，判无期徒刑。不过到今，罗西亚有关是坚持讲空难甲因无关系。Verdachte Girkin, Dubinsky en Tjatchenko worden veroordeeld. 荷兰的法院17天用误杀低速无人机落落去的罪名，判4个被告内底有3个人的罪名是成立，因方判无期徒刑。
另外一个被告是无罪，这4个人是2014年马航运17飞行机去互飞弹击落，致使飞行机顶悬有298个人全数死亡的嫌疑犯。罹难者的家属对这个判决感觉安大，嘛批评讲俄罗斯无应该入侵乌克兰。Our son and all the people on MH17 were killed in this war. It's the war that took their lives. It's the Russian aggression in Ukraine that killed 298 people on MH17, and we want to see an end to that aggression, an end to that war. 不过，俄罗斯政府一直咧背回讲飞行机落落去的责任。这个判决一个出来了后，俄国的外交部官方来回应讲，这是政治性的判决。罹难者内底有38个是澳洲人。澳洲的外交部表示讲，这个判决确认俄罗斯有责任。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批评俄罗斯当局一直咧讲白贼。Росія багато брехала про цю катастрофу, але все одно ключові факти були встановлені. Зараз засуджені виконавці і забезпечена основа, щоб засудити винних і вищого рівня. 互人定罪的3个被告内底，有2个人是俄罗斯的前安全部队的成员，甲一个亲俄的乌克兰人。其中，今年51岁的吉尔金是俄国联邦安全局特工出身的，伊捌担任过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政治评论家讲，荷兰的检察官有举证，这粒山毛机低对空的飞弹是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要运去顿巴斯的前线，上尾甲一只民航机甲击落来，加速刷落去，可能会对俄罗斯展开法律诉讼。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中国要拼疫情清零，即阵应该是无可能啊！中国今日是增加25,353例，所有的省市拢有病例。其中上界严重的是广州的海珠市，海珠市已经封城要2礼拜，迄阵官方宣布讲要搁延长，民众已经互政府关甲气配面，开始拆违章讲警察车，警方甚至已经派装甲车到场管制，冲突是真严重。烦了就烦了。民众吵闹行上街路，塞到维里亚。中国广州海珠区最近传出暴动，因为不满封控第4届延长，民众不满，发生真一件拆围篱、讲歹警车，抑个民众冲入去区政府抗议的代志。看这个办事真严重，中国警方动员特警镇暴，为阻人墙，派遣装甲车、警车到场维持秩序，日夜巡逻，不要让暴动搁再发生。中国疫情传开，中国国家卫健委18通报新增加25,353例确诊，中国31个省市全部拢有，广东省上严重，有98%集中在广州。中国进前优化防疫20条，有28省配合调整防疫措施，也是有所在执行时阵争议不断，有民众不满爱过核酸检测，官方也是坚持落实动态清零，也甲去临时病院，防止一封了之，又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保障好20条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那是香港疫情反扩，香港政府针对海外地区加台湾到香港的人，宣布为2日开始放零体检规定，核酸检测为4届减到2届。喺機場做呢一個檢測放行，同埋抵港嘅第2日進行呢個檢測。我哋咧就係會撤銷抵港之後第4日同埋第6日嘅強制核酸檢測嘅要求嘅。香港政府指出，只要伫機場甲到香港了第2天做體檢，也是維持到香港了後前7天，逐天做體檢。記者綜合報道。緬甸軍方去年發動政變落權，除了濟在地民眾因為就假抗議去互關起來，嘛有袂少外國人是因為去採訪，也是講過去的民主政府有牽連，就互軍政府掠走。上緬甸政府是雄以國慶做理由，宣布特赦，放要6000人出來。這當中有幾多個外國人，親像是前英國的大使、日本記者久保田徹，甲做翁山蘇姬經濟顧問的澳洲學者。日本記者兼紀錄片製作人久保田徹7月在仰光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當中被抓，因為煽動叛亂及違反移民法者罪名，判刑10年。得到釋放了後，已經在18透早登到東京成田機場。まず何よりも感謝を申し上げたいです。10年という判決が下され、これまで3ヶ月と半、金銭刑務所の中で過ごしまして、こんなに早く
釈放され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は紛れもなく日本でこのように支援してくださった一人一人の方々と。该斗阵释放还有真侪有名外国人士，包含前英国驻缅甸大使鲍曼、发作过旺山书记经济顾问的澳洲学者杜内尔、缅甸的美国公民绝泰乌丁人，拢由当地外管人员接转去，而且坐无人机离境，是缅甸当局真罕见主动对外表达和解行动。缅甸当局17宣布，因为庆祝国庆，特赦5774个犯人，其中差不多600人是女性。阳光有名英性家甲外口马上维稳200多名调集的家属，无大户迎接亲人。这黄色巴士第一批得到释放出境的犯人，包含有名考车作家茂达卓、民运人士廖爱丁人。去年之后，军方推翻选举结果夺权以来，一直镇压抗争。外媒体、人权团体统计已经掠16000多名政治犯，到这礼拜，拢还有13000多人被拘留。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美国出名的咖啡店星巴克的员工将发起罢工，有25组超过100间门市参加，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一届。因的目的是要求公司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因为当时美国的星巴克一年会办一届活动，只有买指定的量的，就会送环保杯啊。所以工会是调工经这工罢工，要让公司重视因的诉求，减受压力。替家己做的标志，哪化口号，哪些玲珑。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超过100间门市的员工，当地时间17无入去门市上班，是组织伫店门口要求资方改善态度。That's all store managers, assistant store managers, district managers. There's no baristas in there. 这是星巴克劳工发起工会运动以来上大规模的罢工。迄天是美国门市一年一届的红杯日，人客买节庆饮料都会当得到免费环保杯啊，大部分下声袂少人来。工会故意经红杯日罢工，就是要让资方感受到压力。We are fighting for better scheduling, fair wages, and the failure to bargain from Starbucks. They have not decided to bargain with the unions, which is an illegal activity. Starbucks claims to be a progressive company, but they drive us to the bone every single day. Our health care is unaffordable for many of us. 总公司伫西雅图的星巴克，全美国有9000间门市。工会是讲，星巴克店内一杯咖啡要8美金，差不多250块台票。不过员工的时薪是16.45美金，台票500块。伫美国算是正俗。员工做工会争取权利的过程，一直互资方反对。工会成员也受打压，甚至死头路。今年8月，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捌下令星巴克爱定薪聘请部分互死头路的工会员工。不过面对工会诉求，星巴克敢若回应尊重合法罢工权利，国讲这只是小部分员工的行动。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一再会。